来看高雄路地顶个月底发生一件两台车伫咧行路走，出来烧掠动车案件。迄个时阵，警方是讲两方面是借无纠纷，落去追查了后，才发现讲其中一个是犯罪集团的成员，想要把这拄摕到手的300多万暗砍落来，伊就找两个朋友假来搬去背出是要甲抢，说互共集团另外一个嫌犯发现，才会驶车来甲掠。目前涉案的4个嫌犯拢移送地检署侦办。画面中两台轿车12月26点高雄路伫个环球路顶悬遭烧灼，两台车拢来到路中了后，后面的乌车佫唔愿意煞，继续弄起哩。轰弄的迄台金色轿车看办势唔对，油门打落起卡就弄，乌车随对起哩，两台车就安尼一路开5公里，对路直接来到阿莲的中路车，最后金色轿车轰弄落田底。附近住户听到声走出来看，金色轿车顶悬的两个查甫人登跳落车准备逃命。浅色的那一台。他就赶快跑，他也追啊，就一直追到已经开始追的时候，我就赶快进去拿手机给我们里长说：“你赶快去报警，这边好像问题很大这样。”警方赶到场真紧，就将两台车总共3个人拢抓起来。初步调查讲是因贵20万的债务纠纷引起的。不过因为警方伫姓周的查甫人驶的乌车顶悬找到的卡网内底有318万的现金，甲驶金色车姓马、甲姓平查甫人讲的话斗袂捌。警方深入追查才发现，原来也有一个姓吴的查甫人嘛涉案。吴显想要企图去吞占这一笔赃款，所以他才伙同彭姓跟马姓的这个犯嫌。来去做这个自导自演的这个侵占案，就是强盗案件。规个案情颠倒变，对债务纠纷加做强盗案件。警方表示，姓吴甲姓周两人敢若是犯罪集团的成员。姓吴的想要暗砍这条300多万的钱，找朋友来演戏抢劫，说去互姓周的发现。现在警方除了按照强盗罪、洗钱防治法等罪名，甲这4人移送法办以外，也针对幕后的犯罪集团扩大追查当中。记者柯家如区朝阳高雄场报道。